大家好，我是七七先生。今日我会针对脚拇足做瑜伽运动，请大家准备一张椅子，不可以有轮子，要稳定的才可以。一条瑜伽绳，一条毛巾，2个瑜伽砖。准备开始喽！第一个动作，我们先来活动我们的脚踝。好，膝盖弯曲，把你的脚放上来，大腿上方，像翘二郎腿一样，脚可以收进来一点点。你的手指扣进去脚趾里面，食指交扣，扣紧，抓好。好，脚记得伸出来一点，脚踝要露出来哦。好，身体会稍微往前，没有问题。手扶在大腿上方，转一转你的脚踝，往前，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，最后1、2、3、4，好，换边转回来，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，最后1、2、3、4，好嘞。然后脚捏着脚趾，稍微转一转，大拇指先，然后换食指也是转一转，中指转一转，从末端的筋膜开始放松我们的脚踝，小拇指。好，脚放下来，膝盖抬起来，踩回去。我们换脚，左脚膝盖抱起来，脚踝扣着，放上来大腿的地方，记得脚踝要露出来才有空间可以转。膝盖，你的手放在膝盖上方，保持身体的稳定，上半身往前趴一点点就好。一样，手分开来，脚趾插进去，脚转一转往前，1、2，大圈慢慢转就好，3、4、1、2、3、4，最后1、2、3、4，好，换边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最后1、2、3、4，好，一样，手抓着你的大拇指转一转，然后转一转，好，换中指。在家无聊，平常坐着没事的时候，就可以转一转脚趾，这样捏一捏，对我们的血液循环也会比较好。好，脚放下来，来到地板上。下一个动作，我们要把我们的脚踢出去。好，待会呢，2只手扶在椅子上方，脚往前。我们右脚先，脚往前踢出去，勾起来，让你的大脚球的地方往前踢出去，往前踢出去。你的脚会出力，没有问题。脚趾头分开来，往下踩，好像在踩油门一样，往下踩下去，脚分开，然后放轻松。再一次，脚往下踩下去。好，放轻松，最后一次踩下去，脚趾头尽量分开，感觉你的脚趾头的末端都紧紧的。好，放松。我们换边，换脚，右脚回来踩好，左脚往前踢出去，大腿先出力，用力的伸直你的脚，脚勾起来，往前，把你的大脚球踩下去地板上。好，踩下去，脚趾头分开来，加油，用力的踩下去。好，放松。再一次脚推出去，好像前面油门要用力的给它踩下去的感觉。好，
放松。最后一次踩下去，脚趾头分开来，很好，好放松。好，脚可以轻轻的动一动。好，我们准备一条毛巾，我们接下来要来抓毛巾。毛巾可以稍微用皱皱的这样子，不用太平。好，放回来一点点，放在我们脚的下方，我们在原地抓就好。好。把你的脚跟刚刚一样分开抓起来，分开抓起来。好，脚也是，脚先完全的分开，然后从你的脚趾这个地方去抓住你的毛巾。好，放下去之后，用力的抓起来，好好放松。再一次抓起来，放松。最后一次抓起来。好，放掉。好，脚赶快动一动，快要抽筋了，赶快动一动。好，换左脚，一样，脚先分开来，让你的毛巾可以抓在脚趾头的地方。好，放下来。好，轻轻的先吸气。好，抓紧。好，脚会有一点抬起来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放松。再一次。脚抓起来，好，放松。如果这样子会耸肩的话，手也可以扶椅子，没有关系。我们重点在我们的脚踝哈。好，来吸气，抓起来，最后一次了，加油。好，吐气，放松。好，两只脚我们要一起抓哦。好，接下来把你的毛巾跟脚都准备好。好，记得。脚趾头扣回来的感觉。好，预备，开始，抓紧。记得脚可以稍微提高，脚跟在地板上。吐气，放松。再一次，抓紧。记得要呼吸哦，不要憋气。放松。好，最后一次，抓紧。3、2、1，好，慢慢的调息，不用强松。好，脚趾头我们已经运动完了，接下来要来到我们今天的主角脚踝的地方，把瑜伽砖夹在你的脚跟后侧的地方，两只脚要夹紧。第二个瑜伽砖我们放在膝盖、大腿的地方，一样夹紧，让我们的大腿内侧要稍微的出力。好，待会我们要做踮脚的动作。把你下面的瑜伽砖提起来，双手一样叉腰，肩膀往下放。好，吸气，把瑜伽砖提起来，两只脚要夹紧哦。吐气，很好。再一次，沉沉的就吸，拎起来，小腿会出力，脚跟提起来，大脚球才稳。慢慢的调息，不用好了。再一次，深深的吸气，脚跟提高，背打直，肩膀放轻松，小腿会出力，大腿内侧也要出力夹紧。慢慢的调息，不用好了。最后一次。沉沉的就吸，脚跟提高，脚跟要夹紧瑜伽砖，才能够把瑜伽砖提起来哦。慢慢的调息，好，不用下来。好，膝盖这个砖我们拿开来，脚跟要夹紧哦。接下来我们站起来，脚跟夹着，我们双手叉腰，直接站起来。好，一样，脚要朝向12点钟的方向，脚抬起来，往内转。脚抬起来，往内转，脚跟要夹紧瑜伽砖。好，我们待会一样做踮脚的动作。好，准备，沉沉的就吸，屁股夹紧，脚慢慢提高，一点点就好，也没有关系。调吸，很好。肚子会有一点酸酸是正常的，表示我们没有翘屁股。肚子收回来，脚踮起来，重心往前。吸气往上，踮高，脚跟夹紧，让瑜伽砖离开地板。
跳起，再一次，层层的脚起，慢慢颠高，可以的话再往上颠一些些，慢慢的跳起，最后2个，再一次，层层的脚起，慢慢往上，可以的话再颠高一些些，加油，大腿也要夹紧哦。慢慢的跳起，最后一次，层层的就起来，脚颠高，加油！5、4、3、2、1，跳起，不用下来，抽得轻吼。好，那我们坐回椅子上方。把瑜伽砖放到旁边来，我们再一次动动我们的脚趾，把我们的脚往前踢开来，大腿出力，然后脚动一动，稍微活动缓和一下。如果你的脚踝这边感觉快要抽筋的，可以一样抓起来，稍微按一下，放松一下。好，换脚，抬起来，放松一下。2只脚再一次往前踢出去，把大脚球的地方往前转出去，2个脚像扇子一样往外侧打开来，最后吸气，吐气。好，脚放松。好，踩回来地板上，抽得轻吼，来练休息好。好嘞，抽得轻吼，接下来继续练习。请大家准备一张椅子、一条瑜伽绳，较重的拍的嘛做对咯。我们先站起来，把椅子移到你的正前方。待会我们要把脚跟往后推，把小腿的肌肉拉长放松。2只手放在你的凳子上面，记得手要放稳，不要放在这个地方，太高了会滑来滑去。或者你可以把瑜伽砖往上，如果你真的放不下来这边的话，也可以撑瑜伽砖撑高，也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把手放到瑜伽椅之后，右脚往后跨1大步，脚趾先顶好，脚趾完全贴稳，再换大脚球。脚跟往后踢出去，要让你的脚跟好像要压到地板一样，在这里停留。把你的膝盖伸直，大腿伸直，让你的小腿后侧完全打开来。从膝盖的后方，我们的膝窝到小腿，阿基里斯腱，脚跟完全的伸展，下拉。腿前侧会酸酸的是正常的，表示你有出力，把膝盖往上提高，加油！层层的就起，慢慢的跳起，层层的就起，脚跟再往下伸，膝盖再往上提，腿绷直，最后一次。层层的脚起，慢慢的跳起。好，膝盖弯曲，往前跨1大步。好，我们换左脚，膝盖先弯曲，左边的腿往后跨1大步，一样，脚趾先点地，换脚球的地方踩下去，脚跟往后推，前脚膝盖要蹲下去哦。脚跟往后踩，好像我们要跑步往前冲刺一样，脚跟往后推，膝盖伸直向上绷紧，脚跟推紧，小腿伸直，层层的就起，慢慢的跳起，手要记得推上来哦，不可以越推越下来，推高，加油，层层的就起。慢慢的跳起，还可以的人把脚跟再往下伸，膝盖再绷直，层层的就起，慢慢的跳起，
头的轻后，膝盖弯曲，我们踩回来。好，一样把大腿按一按，不用放松。好嘞，接下来我们第二个动作要做的是弓箭步，跟刚刚的脚一样，脚跟要一直的往后送，你的脚跟待会要踩到墙上。好，所以我们把椅子往后一些些，准备一个瑜伽砖，待会我们要踩在前面的脚下方。好，椅子的距离跟墙壁的距离，待会都可以再做调整。脚跟一定要踩到墙壁为主哦。好，前面的脚膝盖弯曲，踩上来，左脚在前面，让你的这个椅把在你的左手边，才不会卡到。右脚直直的往后，脚踮起来，往后踩到你的墙壁上。好，身体会有一点往前是没有问题的，待会我们再把肚子收上来就好。先确定这个地方屁股有坐好，左边的屁股要完全的坐在瑜伽椅上，右边的大腿是悬空的哦，右边的大腿是可以收进来踢出去，收进来踢出去的，不可以坐在椅子上。好，脚点好之后，脚跟往后踢。好，双手叉腰，吸气，上半身提高，你的屁股会有一点点离开椅子，会有一点点离开，是正确的。好，脚跟点好，后腿伸直。这个动作非常出力，要加油，坚持一下。深深的吸气，往上提高，吐气，肩膀放松。再一次，沉沉的脚吸。还可以的，阿公阿婆，把手往上举起来，慢慢的调息。最后一次，后面的脚记得膝盖要伸直，脚跟踩稳，沉沉的脚吸，慢慢的调息。好，手不用下来。好，手放回椅子上，膝盖弯曲，踩回来。抽对轻后，还有一边，加油！椅子转过来这个地方。瑜伽砖移过来，放在这边。换我们的右脚踩到瑜伽砖上，右边的臀部、屁股放到椅子上。前面的脚踩好，后面这个左脚一样是悬空的，往后踢，脚跟直接抵到我们的墙壁上。前面的脚要踩稳。好。吸气，双手叉腰，吸气，上半身提起来，后腿要记得伸直，脚跟抵住墙壁，双手叉腰，深深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肩膀放松，不要耸肩哦，脚用力的踢直，往后伸直出去，再一次深深的吸气。还可以，想要再加强的人，双手这时候吸气往上提高，慢慢的调息，最后一次，沉沉的脚吸。右边的脚记得要踩稳，让你的屁股是有一点点离开椅子的哦。慢慢的调息，数轻轻的不用下来。好，手扶好，左边膝盖弯曲放下来，踩回来，抽得轻后。好，最后一个动作，我们把椅子摆回来，稍微放松一下我们的腿，活动一下我们的末梢，我们的脚踝、脚趾的地方，拿一个长长的绳子。如果没有这么长的绳子，皮带、毛巾也可以，但是记得要长一点，因为我们要勾住脚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先从右脚开始，脚勾起来，拉起来，
脚往前面踢出去，请你稍微悬空离开，脚跟要离开，所以要拎起来一点，肩膀往后夹紧，肚子收上来，整个人坐起来，手肘夹，好，脚往下踩，收回来，你收回来，记得大拇指要踩下去哦，不可以只有小拇指。3，收回来，吸，不用好了，好，换脚，左脚踩进来，它放的地方会是我们的大脚球的地方，拉上来盖住这个大脚球的地方，手一样抓稳，肩膀向上向后旋开来，吸一口气，脚往上提高，肩膀持续向后向下沉，好，往前踢出去，1，收回来，你收回来，3，收回来，最后一次，吸，用力踢，大脚球、大脚趾用力的踢出去，好，放下来，接下来2只脚要一起哦。好，2种选择，第一种我们就是放在这边就好，脚跟放地板，可以的，阿公阿婆挑战一下，加上我们腹部的力量，我们先把膝盖弯曲，身体会有一点点往后倒，脚往前踢出去，在这个地方，好，可以选择在这边，然后一样把脚往下压。好，我们从这里开始。好，脚跟放好，脚掌往前，先勾起来。好，一样肩膀夹紧，手肘往下。好，来1、2、3、4，再一次哦。想要挑战的阿公阿婆，来，这一次膝盖弯曲，吸气，脚提起来，踢出去，很好。来，脚伸出去，1、2、3，吸，停留，1、2、3，最后一个吸气，慢慢的跳起，好嘞，抽得轻吼，动位哦，非常的厉害。肚子有没有酸酸的？脚酸酸的，抽得轻吼。好，我们把东西放在旁边，的脚踮起来，放下来，左右转一转，摆一摆。这个动作平常在家坐着看电视，脚没事的时候就可以拿起来瑜伽绳踩一踩，动一动。好，今天就上课上到这边，神蒙太嘎。